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丽莎。来南投旅游的第3天，阮要去看一个伫仁爱乡红乡部落青山内底一个秘密景点——铁比仑水枪车。这个所在真正是够远的，为山脚开去差不多要1点半钟至2点钟左右。因为听讲遐的路无讲介好开，所以阮共款找一个导游开车载阮去佚佗。导游哪开车哪甲阮做介绍讲故事，所以时间一下仔就过去啊。要去铁比仑水枪车进前，爱经过一个叫做铁比仑山庄的所在，大家拢甲车停伫遮，才行路入去。因为这是私人土地，所以爱纳停车费哦。为停车场行入去，差不多爱20-30分钟，才会到水枪车遐。这途中有真侪草仔，甲大家报一个野外求生的知识，就是这山内有一种食物叫做铁鸡卵，华语叫做圣蕨。甲这胃滚规个挽起来，下口有一粒一粒圆圆，细做敢若铁仔细身的物件，这甲挽落来，摕来薄薄的泡甲对调，会使止喙焦哦。所以伫山内，若喙焦无水，会当找这铁鸡卵来补充水分哦。这路基本上算是好行，不过较后壁愈我水枪车遐的路就会愈来愈歹行，需要扭绳仔才会当落去。这是我们的铁比瀑布在下面，那这个是要最后的拉绳子阶段，比较长。有时呢，你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岩壁有点垂直这样子，所以待会你所踩的泥部分要小心一点，不可以大意，大意的话意外是一瞬间会滑倒，这真正是有够水的啦！大家若是有闲，会当来行行的哦。导游甲阮报讲，遮有天然的储流笼。用手的上来，用丢的下去。这个铁比仑水枪车推荐给大家参考看卖，真正足水的。不过路有较歹行淡薄仔，所以较无适合骹腿骹袂扭裂的老大人。阮阿母就讲，以后若搁带来这种所在，就要甲阮拍。
好，今仔日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咧，卖我起赞甲分享出去。要订阅观众朋友的面，记得是订阅的，因为小铃铛安尼去就收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我记得3会员最多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你上网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来给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